常年期一周五雙數年撒慕爾上8章4到7節，10到22節馬爾谷福音2章1到12節。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到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1月16日，耶穌基督，天主與以色列選民的關係是一個愛的盟約。天地萬物的造主，天主是他們的父親、國王、新郎，他們是天主的子女、子民、新娘。他們選擇聽從天主愛的盟約十誡時，才會得到生命和幸福。在今天讀經裏，我們卻看到以色列子民決定不要天主作王，卻選擇要一個人，軟弱可死的人，做他們的君王。撒慕爾警告他們，這樣子做的後果是非常可悲的、痛苦的，終會變成一個完全失去自由和尊嚴的奴隸。可惜以色列子民還耿執，天主只能像慈愛的父母一樣，痛心地讓孩子離去。我們今天要不要選擇離開天主？金錢、權力、日惡的誘惑對我們也是很強烈的。今天我們要自己決定善惡，自己立下違反天主十誡的法律，甚至自己決定性別，自己決定婚姻制度。人類這樣背離天主的後果將會是很可悲可怕的。其實不用看將來，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那個後果。我們的社會、我們的家庭都生病了，而且生病的很重。但就像今天福音裏的那個癱子一樣，我們應該重新選擇天主，走向耶穌，才能得到全。懂得選擇基督的話，還有希望。基督是充滿愛心憐憫心的神醫，他來恢復我們的自由和尊嚴。今天幫助癱子接近耶穌的4個朋友很辛苦，功不可沒。小德蘭福傳之友的使命，就是像這4個朋友的使命，把因為沒有信仰而生活在痛苦和無望中的人帶到基督面前。我們沒有能力給這個生病的世界最後的治，但耶穌能。我們只需把人帶到耶穌面前。聖依納爵在神操裏說，基督君王跟撒旦魔王都要招募人跟隨他們。撒旦用金錢、權力、地位和為所欲為的自由來引誘人，一旦中計以後，做了魔鬼的奴隸後就不一樣了，只有苦澀和絕望。但基督君王招募人，卻要人捐起就子和一起到田裏辛苦收割，到深海辛苦捕魚。耶穌君王所許諾的，只是我們為辛勞中會有喜樂，以及我們的名字被寫在生命冊上，將來天國永遠的賞報。我們認識到我們不說誰說，我們不做誰做的使命，願意以基督君王為榮，以被基督君王招募為榮，以為基督君王效勞為榮。